你看那个前面那个地方，我是不是得稍微慢一点，不要那么急？我觉得你到这里可以先不要慢，最后到边的时候不要慢，然后就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准备好。哎，就你小子还想弄我？哎，我太远了吧你！喂，妈。我说你在干什么呢？给你打了好几通电话都占线，怎么回国之后就那么忙吗？我前段时间体校事儿比较多嘛。妈，我错了。行啦，你也玩够了吧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能不能多待一段时间啊？为什么呀？在那边干嘛呀？为什么不回？是这样啊，我见到爸爸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觉得他，反正就是跟我以前对他印象中的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他真的变了很多。他现在，应该说知道怎么照顾我了，而且他也特别特别的关心你，所以，我想。想什么想啊？没什么好想的。过2天我就给你订机票，赶紧给我回来。妈。是你的爱呀，沉默着，守着我的梦，而我的挽留无法阻挡老去的时光。夏天的夜，想到那时的饭菜，现在还是会很馋。光阴的船啊，它摇啊摇。妈，你可总算到了，想死我了。来，我帮你拿。饿不饿？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，等我办完入住手续再找你算账。行，来，我带你去办入住。像夏天的光，洒呀洒呀，照亮了我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继续啊，继续啊，别停啊！好，来下一组啊！来上肢，转体，动起来，拉起来，活动开，舒展开。下着雨的天，你为我撑着伞，送我走上离家的车站。乖。我看到泪花打转，又开始闹脾气啦？中午不是刚吃好吗？温柔的双眼，我看到你的容颜，被时光悄悄改变。你女儿的技术真的很不错，在我们整个俱乐部排名也是很靠前的。还是你们教的好啊！你给我讲。行，那你们先练着，我先走，现在还有点事儿。哎，好，辛苦了啊！梦想深处以后，落啊落啊，滋养了土壤，像冬夜的灯，闪啊闪啊，把游子的归途照亮。是你的爱呀，沉默着啊，守着我的梦，
了，冰冰？怎么不练了？我刚好像看到我妈了。你妈？照亮了我的故乡，是你的爱呀，沉默着。是不是太想你妈了？想她，就找时间回去看看去。阻挡你老去的时光，你牵着我走过，你摇晃我睡。喂，老梁。哎，老高，心有灵犀啊！我正想给你打电话问问你，周瑜和高峰在国家队的测试怎么样？成绩出来了吗？能不能进国家队？你说周瑜啊？周瑜挺好的，这孩子啊，现在基本和王继飞在一个水平，很稳。真的？好，那就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周瑜啊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，前途无量啊！真的，我没说错吧？哎，高峰呢？高峰怎么样？老高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别总给高峰那么大压力，你有时候把孩子吓得都游不出好成绩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老梁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真给高峰那么大的压力了吗？那明明是他自己一直不争气，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这才……老高，你说这话就有点不太对了啊！高峰是你儿子，你还不了解吗？这孩子啊，内心很敏感，你总这么说他，他心里会很难受的。你换位思考，你站在他那个角度去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而且，高峰为了达到你的要求，他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。很多时候我们教练都没有看到，但我知道，他心里其实一直咬着一股劲儿，他一直就没有停下来过。是这样吗？你就知足吧，你有这么好个儿子。我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就管住自己的嘴。我见了面，除了夸他，我什么都不说。你说你也是啊，你这个当父亲的，你总是那么顽固，总要跟孩子硬碰硬，这样对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对不对？哎，老高，你看你，我刚才问你什么事儿来着？你给我绕圈子绕哪儿去了？赶紧跟我说，他们测试结果出来了吗？怎么样？能不能进国家队？你快跟我说呀！哎呀，老梁，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等结果吧。这个我是真不能告诉你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跟我说吧，你急死我呀你！哎，这样我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就先挂了啊。哎，老高你。爸爸，我今天游泳又得了第1名。是不是觉得今天游的特别稳，特别快啊？你说的秘诀果然有用。那是你自己聪明，一点你就通。哎，高峰今天游的也不错。谢谢叔叔啊。这老高，今天实在是有点不像话。怎么当爹的，儿子学游泳也不过来看一看。哎，你们家冰冰今天干嘛去了？怎么不过来看一看？还能去哪儿啊？跟着他妈妈去学马术了。哎，老梁，你是不是特别后悔冰冰没能过来学游泳啊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觉得他学马术挺好的。瞧你这不服气的样子。行了，什么事儿都写脸上了，还在想你爸的事情呢。周宇，万一我真的有一天不游泳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游下去。我的梦想就拜托你帮我一起完成了。
认真的吗？你还记得吧？你刚来体校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对你总没有好脸。那是因为，我觉得你一直是站在比我高一点点的领奖台上的人。从小到大，我爸就跟我夸你，总拿我跟你比较。你在他眼里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你永远对游泳充满热情，永远对更快更强有所追求。但我不一样。我爸有一点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很懦弱。如果有一个人在我前面，一直在我前面，而我怎么都追不上的话，那我就不想追了。高峰，我呢，没有太多的朋友，你算是一个。我希望你开心。作为竞争对手，我不希望你退出游泳这件事儿，更不可能去背负你什么梦想。我以前呢，习惯了独来独往，就觉得游泳是一个人的事情。但是现在呢，我明白了，大家一起才会游得更久。就算有一天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个人是你，不是我，我也会像我自己站在那儿一样，衷心的祝福你，为你鼓掌。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清楚的很，那一刻需要用多少的付出才能换来。所以，好好想想吧，别那么着急做决定。我再想想看。不对啊，咱俩国家队测试过没过都不知道呢，你想挺多啊你。走了。哦，也是。老梁，你在这换半个多小时了，能不能别像困兽似的在这转来转去的？我都快吐了。贝，哦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啊。干嘛呢这是？哎呀，这两个孩子，通过了。应该的吧，是不是？就是，这么简单的测试都通不过的话，那就别回来了。哎，你们俩人，你们要是不担心的话，一大早跑我办公室来干嘛？是啊，问你呢？那不是你叫我们来的吗？我是训练了，训练了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请？阿国。不凑趣儿。冯林。到。陈曦。到。5号。到。胡景天。到。沈亮。到。沈亮。到。好，在训练之前，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！
我们队的周瑜、高峰2位队员已经成功通过了国家队的测试，从今天开始，他们就正式成为国家队的队员了。希望大家以他们2个人为榜样，以后刻苦训练，勇于拼搏，把成绩都搞上去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高峰、周瑜确实挺厉害的，尤其是周瑜，感觉他刚进来没多久，居然就可以进国家队了。你们羡慕什么？我本来也可以进国家队的。哟，别吹牛了，你咋不上呢？就是啊，你是羡慕啊还是嫉妒啊？你们俩懂什么啊？我自己水平我自己还不清楚吗？他们2个有多强，不就是仗着跟教练员关系好，把名额让给他们罢了。除了这点，他们还有哪一点比我强？喂，妈，哎，我进国家队了，这次是真的，我通过测试了。妈妈为你感到高兴。啥时候回来呀？妈给你准备好吃的。行，等我回来。你好，我办理托运。就1个箱子吧。没有充电宝吧？没有。您稍等一下。哦。无论如何，通过国家队的测试都是一件令人开心又自豪的事情。但高峰似乎还沉浸在他爸爸的阴霾中走不出来。为了能让他开心点，我带着他回了省队，和教练好友们相聚，享受一下属于我们重逢的快乐。你说他们俩有没有通过测试？肯定通过了呀，唉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啥时候会回来。离开这么一段时间，突然发现还真挺想他们的。别把每次努力抛给遥远的明天，今天就要出发，才能到达想去的终点，像飞鸟冲破风暴，永不停歇。在心间。你们这次回来待多久啊？我们回来办个手续，估计下周走吧。前程似锦，真好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，感觉还没认识你们多久就要分开了。哎呀，那你就好好努力啊，争取赶紧到国家队，和我们一起训练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浩哥最近一直在训练我，然后我的游泳速度已经比之前快了整整1.5秒。1.5秒？哦，那确实进步挺大的，真厉害。我既然在省队，我就肯定不会给省队丢脸。如果我的成绩能提高，去国家队找你们，那就最好。等你们。高峰，啊？怎么了？我知道你心情不好。我没有心情不好啊，要不我们一起练？没事，你自己来吧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去趟海洋馆。海洋馆？嗯。小时候，你爸不是老逼你游泳，不让你去海洋馆吗？你想挺多啊，我不去了，我要训练。那你别后悔。
哎，你等等我。真的太开心了！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海洋动物在我的面前，看见它们一起成群结队的一起游，太壮观了。没想到还可以和鲸鱼近距离接触。你刚刚看到蒋莹莹了吗？她和它们像是同类一样。哎，对了，我说，你和蒋莹莹关系不错呀。好哥们儿。我觉得。他有点喜欢你，嘴巴要是不要了呢，就捐了他。有问题，可能吧。怎么不进去滑啊？小孩才喜欢呢，我不喜欢。周宇，你进来呀！现在来大家一起玩周宇嘛。你就是怕。胡景天，你出来说话。胡景天，打我！信不信我进去收拾你？赶紧的。那我进来啊！赶紧的。那我收拾你！赶紧的。哎，顾里，走啊，我给你当助理去。哟，懂事了吗？走。走。来看这儿，3、2、1，茄子。3、2、1，茄子。可以了吧？来看来看。哎，挺好看的。嗯。看看里面刚刚就。哎，顾大美女嘛。哟，这不顾大美女吗？玩的挺开心啊！你上次那篇报道可把我害惨了。
我报道的都是事实的真相。你知不知道？就因为你这篇报道，把我害得工作都丢了。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。哎，干什么？再动手我报警了！再动！哎，别打呀！哎，别打了！干嘛呀？别打了！站！干什么？干嘛呢？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谁呀？干什么？干嘛呢？干什么？干嘛呢？干嘛动手？等着，给我记着，给我记住啊！你们人多啊！没事吧？伤哪儿了？没事吧？他们谁啊？之前顾里报道过的人。没事吧？厉害，你小子。没事吧？你挺有耐呀。看，这运动员怎么还打人啊？我去，你看看，这也太不好了吧！就是。哎，干什么？再打你们人多啊！别打呀！哎，别打了！再打！干嘛呀？长本事了，敢打人了。是他们先打的峰哥，峰哥才还的手。还敢顶嘴？这不就是这严重性？哎，老谷，你先别着急。谷教练跟你们说话，怎么还顶嘴呢？啊！老谷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等事情查清楚再说啊。先别发脾气了。主要是跟高峰在一起那个女孩呢，是个博主，所以这视频一发出去就发酵了，上热搜了。不是高峰先动手打人的，这事儿查清楚了，应该问题也不大。但是咱也没有不是他先动手的视频作证啊，空口说谁信？看这事儿闹的，咋办也不知道。哎，没事儿，峰哥，我们都知道是他们先动的手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真相很快就会大白的，很快会过去的。没事儿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稍微轻点呗。嗯，好的。谢谢啊。坚持下哈，坚持下是好的。你看伤口都发炎了。现在知道疼了，早听什么话？以后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挺好了，下次注意点哈。谢谢医生。顾里，你说说你怎么这么没有上进心啊？刚好高峰现在又那么火，对吧？我们的流量蹭蹭蹭的往上涨，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对吧？你看你平时也没有什么流量，刚好出了这档子事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点事业心啊？主编，真实才是第一位的，流量和热度不是我们要首先关注的事儿。对，是没错，你这么说是没错。但是呢，这个流量呢，我们不用白不用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给你弄了份草稿，你就按这个上面来。你说吧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吧，女性群体本就颇受关注，你作为这个事件的受害女性，正好可以顺水推舟。然后呢，特别是这个运动员啊，他能对我们这个报道贡献很大的点阅量，是吧？我觉得呢，这些东西，哎，于飞，
不离，不离，你听没听见我说的呀？这说的啥呀？这是太坏了吧！你看看，真拿键盘当宝剑了。哇，这太损了吧这！别看了，给我！别看了，他们胡说八道。别急，肯定有办法的。你有办法？帮什么人呢？哎呦，真是快被他们活活气死了！哎，我从一大早到现在接了不下50个电话了。哎，你知道刚才那人在电话里面说什么吗？说什么要我去做一个专访。咱体校学生不在学校好好训练，在校外为了女孩子打架。你说这帮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这不胡编乱造吗？这不是？老谷，你说是吧？啊？哎，你别挂！你知道谁给我打电话就给我挂了？这肯定是记者打的骚扰电话，不能接。你想跟我一样被逼疯啊？你没看见是高崇啊？哎，老谷挂我电话做什么呀？还有老梁怎么关机了？哎呀，他们接了太多的骚扰电话了。高峰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哎，老高，是这么回事啊。高峰呢，带着朋友出去玩，被一帮人找茬儿，是他们先动手打高峰，高峰才还手的。那不是他先动的手。对，不是他先动的手，那个视频是被剪辑过的。这发布者也不知道是为了红啊，还是为了点击率啊。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呢，希望能找到这个发布者，看看怎么澄清。好，那你们几位都费心了啊。高总，我是老谷。我们费心倒是应该的，我倒觉得你应该多多的关心一下高峰啊。对呀，老高，说高峰这孩子多听话呀，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这当爹的应该打个电话，好好关心关心他呀。哎，过段时间再说吧，我最近也很忙。哎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这像个当爹的吗？你要这么说话，我就要好好批评批评你了啊，老高。也是头倔驴。表面上看，高峰的父亲对高峰十分严苛，有别于其他人。其实他一直心系着高峰，只是不善于表达他对儿子的关心和爱。后来我们得知，其实是他大力促成了高峰成经发布会的发生。当然，这也有为永队考虑的因素。景天，你有收到什么不好的信息吗？哦，没事儿，我把他们都屏蔽了。这些人真的，一天到晚没完没了。哎，都怪我，上次是我太冲动了。哎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是他们先动的手。你有时间，你就应该好好想想之后发布会怎么办。没事儿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顾离，是一名自媒体工作者。大家所看到的运动员打人事件，是我和我的朋友高峰，我们在滑冰场的时候，是对方先对我动了粗，高峰上前帮我与对方理论，结果对方先动了手。高峰为了保护我，与对方争执，和对方扭打在了一起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。哎，顾离还挺有担当的，敢挺身而出为高峰澄清，不错。有了这个，这事情就过去了呗。还有一条呢，继续往下看。请问你有没有看清楚到底是谁先动的手？
其实我也没怎么看清，可能是高峰先动的手吧。哎，嘿，哎，这沈亮这是麻药劲儿没过吧？怎么这样说话啊？你干嘛呀？给他打电话呀。我已经打过很多次了，就是不接。不接吧？哎，这臭小子跑哪儿去了？那找不到这个沈亮怎么解决啊？这事儿？这件事校长怎么看？校长肯定很生气呀，让咱们赶紧澄清，别造成舆论了，对咱们学校都不好。老梁，这样，咱们代表泳队发表个声明，不能这么默认这样。行。高峰最近状态不太好，我就怕这事儿影响他进国家队。有这么严重？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那可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。哎，那高峰可是进国家队的队员啊，真丢脸，真丢脸。哟，周宇的电话接哈？不接。是。那一会儿干啥去？剪头去。行吧，走。你好。喂，儿子。喂，妈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面馆呢，我在面馆。啊，忙着呢，顾客很多。哦，行，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我最近在泳队，有事情过不去，你要记得吃饭啊。哎，好，放心吧。就这样啊。我听说那个沈亮爷爷住院了，我们现在去逮他，指不定能逮个措手不及。靠谱吗？靠谱，我胡景天做事最靠谱。也就只能这样。顾里，我答应你可以澄清，可是哪有你这样的啊？咱们的 logo 完全没有露出。主编，只有真实的新闻报道，它获得的热度和流量才是真实的。啊？顾里，顾里。
我心想好吃，我就跟你吃。哦，就是。他这里讲的就是嘴边上来了，聊聊天嘛。那，吃了哈。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。哎，你们好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爷爷奶奶。哎，对。我们俩是沈亮同学。对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谢谢你们。这些是谢谢你们的。哎呦，给你们怎么那么客气呀？哎呦，那爷爷，您孙子他，哎，他咋了？他在训练。哦，你们训练咋那么多呀？对啊。他都好久没来看我们了。是。我们亮亮有出息了，他前段时间啊打电话来说他被选上接力队了。对，真好。是好。奶奶，那个沈亮什么时候回来看你们？不知道。那我也不知道哎。这样啊。那要是他回来的话，就打这上面的号码，可以吗？对。好的。奶奶一定记得要打这电话。哦，好，他回来我一定叫他打这个电话。好，谢谢，一定记得。那我们撤了。那真的谢谢啊。工作好重要。好，谢谢你们来看我老头子啊。谢谢。拜拜。他们怎么有时间来看我啊？那么亮亮怎么没时间呢？哎，是啊。哦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沈亮就非得上接力队了。行了，回去说。其实沈亮并不是故意陷害高峰，只是当时他并不了解全部的真实情况。沈亮渴望进入接力队的真正原因是想让他的爷爷奶奶开心，他想证明给爷爷奶奶看，他们的孙子是值得他们骄傲的，他们的孙子是一个可以为国家争得荣耀的运动员。找着了？没有，要不咱们先回吧，明天再来。今天要不太晚的话，赶不上末班车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找到。也不是非得今天吧，明天也有时间，明天再来吧。要是晚一天找到，高峰就要晚一天进国家队，你愿意吗？走。喂，奶奶，你和爷爷在医院都还好吧？我们很好啊，刚才啊，你2个同学还来看过我们。啊？是谁啊？好像有个叫周瑜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好像找你呀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所以打个电话问问你。周瑜？他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没什么呀，他们和我说你在泳队成绩挺突出的，所以比较忙，他们代替你来看看我们，还买了很多东西呢。不过你忙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太累了。我们这都挺好的，你别担心啊。你记得联系一下你的同学，替我谢谢他们啊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好啦，这都到吃饭的点了啊，你快去吧啊。好的，奶奶，你们自己要保重身体啊。你也是啊。老板，还有多久好啊？我这边10分钟。10分钟啊？对。哦，好，10分钟。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！我的胃痛的不行了，我1天没吃饭了，我早上也没吃饭，你让我吃口吧。你就差这1碗面。差，给个机会，那快点。好。老板，咱们快点好不好？对，老板快点。好的。啊。
沈亮。 这，我不跑了，我不跑了，不跑了，不跑了。跟我们回去。我不是。啥？回去肯定要被开除。开除？你既然知道要被开除，为什么一开始说峰哥先动手打的人？我那是嘴快。嘴快？就因为你一时嘴快，峰哥要挨摸多少骂？景天，沈亮。 明天我们体校有一个发布会，我希望你去帮高峰澄清一下。你先考虑一会儿，现在这个事情还是在可以挽回的地步。你要是真不去的话，高峰真的就要被开除了。喂，冰冰，我们已经找到沈亮了，他说明天会参加发布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觉得这太浪费精力了，这东西。一会儿你就少说两句就行，你不用管什么问题之类的，别人还没急，你自己先急了啊。高峰啊，哎，郝队，别紧张啊。嘱咐你两句呢，就是第一，别激动；第二，事情的原委等记者问你了，你再说。好。啊。最重要的是要道歉，要说清楚啊。虽然不是你先动手的，但是因为你要保护顾离，当时的情绪没控制住，所以才有现在的结果。啊，要诚诚恳恳的道歉，能听明白吗？明白了，谢谢郝队。相信你，没事。记者们都到了，啊？都到了？哟，那这胡景天和沈亮怎么还没来啊？不等了，不能让记者等太久，咱们就过去准备准备吧。周宇，马上给胡景天打电话，问他们到哪儿了。好，走吧，稳住啊，别着急。走。来，都进来吧。大家请安静一下。今天请媒体朋友们过来，是想就网络流传的高峰打人事件做一个澄清。高峰，上台。各位媒体记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省队的运动员高峰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有关于最近网络上流传我打架的视频中，首先，不是我先动的手，在这个打架的视频中，我是受到侵害后的正当防卫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当街打架是一种不对的行为。在这里，我给大家说一声，抱歉。
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一定会采取更加文明、理性的方法去解决。高峰您好，视频中显示是你先挥拳打向对方的，对此您有什么解释吗？这段视频是被剪辑过的，前面我被打的视频被剪掉了。那么您能拿出完整的视频吗？哎，不是，这视频又不是我们录的，我们怎么拿完整视频？事情结束之后，你们泳队有一位队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是高峰你先动的手。那么对此，你们又作何解释呢？泳队的另一个队员也在现场，请他上来说明。不亮。请问这位运动员，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既然你在现场，那你能跟我们说一下，到底是谁先动的手？是他们要去拉那个女孩子，高峰去阻拦，他们先动的手。我听说你在体校马上要被开除了，是不是你的教练威胁你，让你这么说的？哎，我说你这记者怎么胡编乱造的你啊？我们教练组织不威胁文章，你们不实报道不行啊！别本人策划，但能跟我们解释一下道理。真实情况就是他们先动手打高峰，高峰是完全是正当防卫，不是你们想的、你们说的那样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做记者的就要如实报道，不然你的职业道德是不是？你们不能胡编，你们不能胡编，害了队员，是不是？你们要如实写这文章。哎。跟你说了那么多次，让你少说少说。你说你多什么嘴？没说什么呀。今天的发布会，高峰是可以澄清的，就因为你的冲动，现在网上全是这个，高峰的背景全给扒出来了，你就等着老高来骂你吧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老郭，你把话说明白。坐一会儿吧你。他心里能舒服了吗？不是，他冲我发什么火？就因为高峰是老高的儿子，他们就认为高峰有背景啊？哎呦呦呦，你这把高峰弄得也太惨了吧？你看上面怎么写的？还泳队太子爷，出这么大事儿，老高连给高峰打个电话都没打，怎么会就说高峰凭这个背景在泳队胡作非为呢？这不胡编吗？这不？你现在是担心高峰呢？你担心你自己吧。没心没肺。我怎么了？你觉得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吗？没多大事儿吧，你别吓唬我。哥哥，你脑子进水了？不是。闭嘴！没话跟你说。对呀，你说本来我以为这事儿我还能跟峰哥洗刷冤屈，结果梁教练横插一脚，全玩完。不是，这事儿吧，不怪梁教练，他也是为了高峰好。我知道他是为了高峰好，但是峰哥现在这事儿不就更加难解决了吗？你放心，肯定有解决的办法。高峰的事儿就只能这样了吗？该解释的都解释了。唉，反正对那些网友而言，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到底是谁先动的手。那怎么办呢？放心，运动员嘛，是靠实力说话的，这些舆论根本影响不到高峰。倒是你，你们老板有没有找你算账啊？那当然有啊，我的社交账号被没收了，工作也都停了。
但这都只是暂时的。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是吧？我们也要靠实力说话。我不知道，能干的我都干了，这个事情太复杂了。现在大家都不相信我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游泳。但愿如此吧，希望这一切会快点过去。这儿感觉怎么样？有点疼。这儿呢？也有点。现在你的肩膀有积水了，要靠中医针灸很难治愈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只好手术了。喂，爸。我听你教练说，你的肩伤又严重了。我做针灸就没事了。我跟你妈当初是看你体弱多病，才送你去锻炼的。能拿冠军固然好，拿不到我也不强求。你趁着年轻赶紧回来，帮我和你妈做生意。我不会退役的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你必须退役。苏医生，我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肩完整的支撑下一整场比赛？我没有办法。苏医生，苏医生，这比赛真的对我很重要，拜托你了。这样吧，北京啊，我有个朋友，专治肩病的，你到他那儿去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太谢谢您了。这不是一份检讨书就能解决的问题，这件事影响非常大。现在局里面领导啊，为了避免发酵，保护我们的人，现在他们正督促查明真相，同时让梁有光暂时停职，沈亮暂时停赛。可是校长，您也知道这件事不完全怨我们。我当然知道，上级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当然有上级的考虑啊。我们要顾全大局。
但是梁宇光那边，你看，那边我去说，您放心吧。好，那我先撤了。